Acetop ERP 系統有6大優勢：運行速度快、無憂系統升級、高效輸入版面、行業及流程解決方案、在線離線操作、現成 API。第一，運行速度快。ERP 嘅執行程式細過10 MB， 一部普通低端電腦已經可以操作到。第二，無憂系統升級。ERP 內置2次開發工具，客戶嘅修改程式係儲存喺客戶嘅數據庫，度身訂造都可以免費系統升級。第三，高效輸入界面。ERP 係統一畫面佈局，重要嘅資訊係集中喺同一個輸入界面。第四，行業及流程解決方案。有超過30年嘅行業經驗，轉化為行之有效嘅參數同埋各行各業嘅解決方案。第五，在線離線操作，利用中間層 Web Server 同埋 JSON 技術，作為支持系統嘅在線同埋離線嘅模式。第六，現成 API， 透過 ERP 提供嘅 API 應用程式接口，與第三方應用系統嘅數據雙向連接。